讲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一顿久久，两顿相拄。意思是一顿的时间你若食伤久，那呢后一顿的时间就又够够啊。也就是讲三顿的时间无正常。伊只国外一项研究，你若无想要短命，就要加运动、食早顿、三顿正常。可能把电脑唔通拍伤久，还阁甲厝内人加互动。破病时要去找医生，唔通家己买便药来接。依照星座专家研究，比较较重视养生的星座处女座。处女座人平常时对养生，会用适合家己的方式，并且会注意新的养生的资讯。天蝎座人一般会提早养生，会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，袂去互这个健康持续恶化。巨蟹座人伊真惯是食补来养生，平常时对注意到健康的食材，除了家己食了健康以外，嘛会顾到厝内人的健康，都袂像今日所讲的俗语。一顿久久，两顿相拄。